借问第十，借问你要倒位去？人生路径要怎样行？问一声，囥一声，谁要来带咱行？敢无听见救主福音，使咱有话变成用美，写咱做歌赐自由，搁做牧者上因带。第二节，借问你有主通对无？人生责任要怎样行？靠家己，靠运气，谁无感觉衰微？敢无听起耶稣的疼，知咱欠缺体贴软弱，换咱性情使气力，搁做朋友上陪伴。借问你有感受压力？人生的批判要怎样看？人的批判要怎样看？毋管伊，莫插伊，谁要甲我面对？敢无领受上帝话语，甲咱真道智慧启示，换咱心境使安宁，搁做先生上挂心。